这是中国湖南辣妹子。在苏雷南不，冰冰不来南，冰冰不สบายช่วงนี้冰冰ไม่สบาย我看明明那个是小亮，哦吼，小亮这么性感，给你们看一下万下。游泳圈，快给我找个游泳圈。我会游泳，我也会一点点。明明这么厉害。我好久没游了。干嘛？换什么，小亮？这里太晒了。我不舒服，我一直流鼻涕，所以不能玩。我玩的话，明天要躺医院了。所以你怕什么？哎呀！我想让你进。啊，我怎么游泳了？